干嘛？试吃。看一下，里面是熟透了。buono，天哪！这是牛番茄。ottimo。牛番茄是比较酸的，比皮亚酸。吃一口看看。我吃看看啊。跟菜市场卖的一样。对呀。看一下。全部啊！好啦，今年的第一颗番茄吃到了。